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Hook Life by Kanzaki。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搭新幹線去福岡縣呢？如果有嘅話，你可能會有一啲奇怪，點解搭新幹線去福岡縣係唔會喺福岡站落車嘅呢？日本確實係有一個福岡站嘅，如果你搭新幹線嘅話，講緊咁。問題就係呢一個福岡站呢，就並唔係喺福岡縣裏邊嘅。佢喺邊呢？佢就係喺富山縣。呢個福岡站喺富山縣。離開我哋如果搭新幹線要去福岡縣嘅話呢，係應該喺博多站落車。然後呢一個喺富山縣嘅福岡站係距離博多站係有700公里遠嘅。更離奇嘅就係呢個站呢，係真係唔單止係外國遊客，外國遊客固然有時會撈亂咗，以為我去福岡，我搭新幹線去福岡站咁一定去到啦，咁就去咗富山縣。外國遊客係有試過有咁情況發生，不特止，仲要日本人本身都有試過搞錯，就係有我睇過有好多年前新聞啦，有我唔知一班定係一個大學生啊，就係想話自己搭新幹線去福岡旅行，點知就真係買咗新幹線飛去福岡站，然後喺富山落咗車，跟住去到發覺，喂，唔對路，點解好似咁荒蕪咁嘅？問下個站裏邊嘅人先知道，原來佢喺富山縣嘅福岡站，就之後先要再買個飛搭車先去到福岡縣。然後喺福岡縣裏邊嗰個都有個福岡站嘅，但係佢個全名就叫做西鐵福岡（天神站），就唔係就咁叫做福岡站嘅。而呢一個站係西鐵本身一個即係佢哋叫私鐵嘅地鐵啦，西鐵嘅站嚟嘅，就唔係 JR 站，亦都唔係新幹線站。如果你係搭新幹線去福岡縣嘅話，你係要喺博多站落車啦。點解福岡最大嗰個城市福岡市裏邊最繁忙嗰個站係叫做博多站，而唔係叫做福岡站嘅呢？原因呢，就要睇翻去到講到好遠啊，就係去翻19世紀呢一個日本明治時代所謂廢藩置縣嗰個政策嘅時候啦，即係話以前係嗰啲可能大家如果有睇過日本歷史，可能都會知道以前日本分嗰啲地區叫藩咁啊，即係佢每個藩就有個藩主咁樣，即係等於嗰啲貴族自己有啲領地咁樣啦，咁上下嘅情況啦。佢哋嗰陣時叫大名啊嘛，咁就每個大名有個藩。咁福岡本身以前係有個黑田藩咧，應該福岡市就咁後尾廢藩置縣就變咗做要改嗰個名，就係乜乜市乜乜縣嘅乜乜福岡縣嘅乜乜市咁啦。問題就出喺呢度啦。當年呢，因為福岡市即係而家叫福岡市啦，當年未改名嘅時候呢，就本身呢個市呢係包含咗2大區域嘅，一個呢就叫做福岡啦。一個就叫做博多嘅，博多就係喺東邊啦，就係商業區域嚟嘅，人口亦都係比較多過福岡嗰一邊嘅。咁既然博多係人口多有繁榮嘅地方，又係商業區，點解最後個城市係叫做福岡市而唔係叫博多市呢？原因好簡單，福岡人口少啲，冇咁繁榮，但係佢係邊啲人住嘅？佢係啲以前啲貴族啊，嗰啲統治階層住嘅。咁你話個政府會係聽啲平民講，定係聽啲貴族講啊？大家都唔使諗啦。結果就係擺在眼前，而家叫做福岡市。但係呢個故事唔係就咁就完嘅喎。其實喺1890年嘅時候呢，市政府係再開過一次市議會，就係投票，即係市議員去投票決定究竟我哋將唔將福岡市呢個名改翻做博多市呢？係有做過咁嘅投票嘅，而且當時有30個市議員啦，30個市議員裏邊係有17個市議員係決定想投票轉翻個名去博多市，只係得13個議員係想維持原判，將個城市繼續叫做福岡市嘅。但係點解而家個名都係冇轉到嘅呢？根據一啲非正式記錄呢，嗱，雖然話係非正式記錄，但係你如果識日文嘅話，上網揾下即係關於福岡市歷史嘅話呢，好多地方包括維基都係咁寫嘅。當年相傳啦，
就係話嗰13個想維持個福岡市嘅名繼續係福岡市嗰13個議員呢，就將反對即係想改名嘅17個議員裏邊，其中4個夾硬韞咗喺嗰個市政廳嘅廁所入邊。好啦，佢哋韞咗呢4個議員喺廁所入邊之後，先至去開會，然後就扮晒嘢咁話，咦？同票數一樣喎，13票對13票喎。更離譜嘅就係當時兩邊票數打和嘅時候，嗰個市議會嘅議長就話：如果係打和咁樣決定唔到，不如咁啦，我暫時唔做呢一個主席住，我暫時唔做議會主席住，我暫時做翻市議員嘅其中一份子，我嚟投票，投咩呢？咁但係結果大家都知咧，投翻福岡市咯，所以就變咗14票對13票，咁樣夾硬就話贏咗投票，就繼續福岡市個名繼續維持係福岡市啦。當然啲反對派就好不滿啦，之後就純粹係因為當俾個安慰獎佢哋咁嘅成分呢，就將福岡最重要最中心嗰個站就命名為博多站。就當係個市叫福岡市，不過最旺最中心嗰個站叫博多站，你哋滿意啦，咁就算數。如果你喺福岡住得夠耐，同本地人傾偈傾多啲呢，你就會發現到今時今日，其實福岡同博多嗰個分界都仍然存在嘅，即係福岡西邊啦，即係你當翻以嗱柯村為界，西邊嘅人呢就會比較意識自己係福岡人。然後喺嗱柯村以東嘅人就會比較意識自己係博多人咁樣，仲有少少呢個咁樣嘅心態存在嘅。尤其是咧，譬如話你喺博多有啲嗰啲祭咧、物之呢咧，你同翻西邊啲人講話邊月邊日係咩祭，跟住可能佢哋會話：嘿，博多嗰邊啫，我哋呢邊唔做嘅咁樣嘅。今日就為大家解釋咗點解福岡市最大嘅站係博多站，然後搭新幹線係唔可以喺福岡站落去到福岡縣嘅，所以大家以後如果有機會喺日本國內搭新幹線去福岡縣嘅話，記得搞清楚，唔好撈亂啦。好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都冇撳走條片，既然一場嚟到，不如 comment、like and subscribe。ではまた。